要得，《道德经》里面有个和其光同其尘这句话，我是想了几天几夜都没想明白，你跟我说一下嘛，要得。麻烦你抽牛一点嘛。我几天几夜，我问你，你喜不喜欢光嘛？光能照亮黑暗，哪个不喜欢嘛？要得。爸爸，那你喜不喜欢尘嘛？灰尘对自己没得好处，脏兮兮的，哪个会喜欢灰尘咯？因为爸爸你不喜欢尘，你就没做到。和其光能是衬衫，也有人喜欢，自己既有力的，程度也美丽，你不喜欢它，这和其光，没光就是用光一样照亮别人，不是很能干人噻。这程就是很普通人的呀，我非常亮。然后现在有的人看着有钱人屁股都跑圆了，或者八嘴，看着穷人张口就不张是别个，这样子就是和其光，没有同其尘噻。不要那些成功人，就哪个都挺礼貌嘛。这就是同其光，同其尘噻。刚刚就才是两群人噻，都是两群人，不是排队应该能差距缩小点，要出问题噻。那你分解的办法就是和其光，同其尘噻。想到为啥子为了有人要打架嘛，抱怨嘛，领导不公平对待噻，不放杆儿，放不进噻。但是现在弄着有点好的路嘛，也是和你光头人噻。发这甚至你要在农村不同发展噻，老子经常夸奖水和经济，也是你万物，也是你两万物的，都是没分别心，都是和其光，同其尘噻。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，对，都在讲义你，跟道一样的。老板一看《道德经》，我看不懂了，就念下老子其他话噻，念起去看，一下就念别了嘛。